因为风台的关系，将影响到桃园国际机场几内机班哦。其中一架泰国籍航空的飞行机，因为降落失败，最后是改去台中机场。但是伫落地了后，这机长却唔互乘客落去，表示要继续搁飞往桃园，所以乘客就安尼伫咧机场等超过3点钟。不过最后航空公司是决定放旅客落去，有安排甲人送回去桃园。有人想要飞回桃园吗？没有。 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们说是机长决定不让我们下的，霹雳567的机长不让我们下去。飞机内面的旅客等下挡袂牢，因为飞机就已经降落台湾，所袂当落飞机。有真侪人等下头光吐，身体无爽快，无通食也无水。在桃园机场降落3次不成功，被迫降落在台中的机场。但是泰越捷航空公司他们不愿意让我们下飞机，我们在飞机上已经受困了3个多小时以上，我们的孩子非常的不舒服。 这台泰国籍航空 VV567航班13下昼自日本关西机场飞桃园机场，本来下昼2点45要降落，不过因为风台乱流，试3遍拢失败，尾下暂降落伫台中机场。本来就是讲已经结束啊，无想到讲机长说讲要搁飞转去桃园机场，也不准旅客落飞机，大家伫飞机内底等3点外钟。 飞机摇摇摆摆，真侪旅客惊甲一直发声，因为洋流风台影响班机伫咧降落的时阵真摇摆，所以旅客拢无愿意搁飞转去桃园。但是机场的人员甲旅客对话讲袂对谈，双方无共识，旅客批评敢若是伫咧杀责任。 对啊，机长一定是做好最好安全的准备才会。多少在空中的现在多危险，我们在地面的还要跟人家去抢位置。我们在那边吵的过程，我们都已经可以回台北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是航空公司决定的吗？到底是航空公司还是移民署的决定？到底是哪里的决定？移民署也是有，因为有转机，他也不可以接受入境。我觉得你们好像互踢皮球哎。不接受。重要吗？ 因为有转机，人命比较重要吧。要泰国籍航空公司回应，已经和旅客落飞机，安排交通工具，将所有旅客拢送登去桃园机场，和添加挡袂掉的旅客，总算会让登去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